一班死黨再玩返幾張鼓勵你擔心眼離分那位和他係會睜眼。這對手足相傾數都冧，聽說偷偷出街都幾千萬，繼續添要片兩啖。誰是你真愛？誰是我真愛？誰人願將底牌揭開？台底先會見真愛。記住角色再修改，不要當眾反台。誰和誰台面談天？誰和誰台底熱戀？愛情百態，有誰怕亂？前後上下兜幾轉？誰和誰很多疑點？誰和誰親戚無邊？眼前個個日傳過電，情欲交叉感染。只有普通交通在台面，不過台底一向多視線，奇亂怪亂，時刻踏位輕見。前任兩幾遍，明日已黑臉，人就話不喜歡我棍，將腿伸過去取暖。記住，你所見到的只有真相的邊。誰和誰台面談天？誰和誰台底熱戀？愛情百態，有誰怕亂？前後上下兜幾轉？誰和誰很多疑點？誰和誰親戚無邊？眼前個個也傳過電，情欲交叉感染。未相知的偷拍片，是否當中有更加震撼片段？猶如讓你踏進後院，卻愛歷程裏仍苦戀再戀，仍依戀更戀。我公開了，難道會令世間不讓人看你臉？誰和誰台面談天？誰和誰台底熱戀？愛情百態，有誰怕亂？前後上下兜幾轉？誰和誰很多疑點？誰和誰親戚無邊？眼前個個也傳過電，情欲交叉感染。只有普通交通在台面，不過台底一向很多支線，奇亂怪亂，時刻插位。跟你相交緊在台面，在誰台底支線怎麼輕見？由始至終離不過電，台底結合常送我雜念。